台南市森林计划局长张庭元4月10号由市长亲自主持报答正式上任，20天后首次来到议会定期会闭巡，面对市府所提出休闲娱乐事业管理自治条例草案并无周全，议员纷纷发言质疑，嘛互医生感受一场正向教育，坦诚也需要适应。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学习蛮多的。我想也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那我也希望能够尽快的进入状况，尤其是在自治条例部分我想要花一点时间，多研读一点，然后在外聘的这个专家学者的部分，我们可能要再加强一些阵容，让这个条例能够更周延，能够更顺利的过关。当然，除了娱乐事业法规的争议，以去年以后面临地方产业受美国关税等无确定性因素冲击，伊表示拢做好准备向市民报告，同时嘛伫开议期间拜会国民党团做好沟通。我想首要就是说，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高关税的议题我们地方产业的需求哪些是迫切性需要赶快去因应的部分，其实我们已经做蛮多的准备了。那资料方面的话，就是尽量能够针对我们比较具体的地方的微弱小的一些企业，赶快协助他们看有一些紧急的应变措施，譬如说税率方面的减免或者是说可以扣抵税额，或者是说在一些拓展外销的部分，可以分散一些市场，不要集中在美国。如何将台南高科技甲传统产业拢持续向上发展？张庭元伫学术甲实务经验的背景，嘛希望为台南经济发展注入活水。台南新闻阮子林根采访报道。